该经院有公布12月份景气调查报告，受年底赶工的影响，更有来咱台湾佚佗的旅客、外国旅客有变多，服务业甲营建业这个月和未来半年的景气拢有变好。也毋过制造业已经是连续落2个月啊，对未来景气的看法的推测，这部分是较保留。我见税务年中，营建业今年年底传统赶工大过，尤其是公共工程甲厂板顶建设。那服务业因为来台旅客成长受益，餐饮大小需求升悬，服务业甲营建业都对未来半年景气的看法明显转好。厂商的一个表现上都是有呈现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长哦，所以也带动了在当月份营造业者他的一个看法。而在未来半年的部分，那么由于在明年的公共工程，当然整体在预算上可望达到5886亿，那么也是持续维持在高档。甲服务业参营建业看好无同，劳动部公布上薪无薪假人数是9935人，比顶期增加359人，其中以制造业为主，拢因为订单减少。那根据台经院公布的制造业11月营业气候测验点93.20点，美减0.57点，连2波。主因是美中两大经济体无确定性又远悬，加上中东紧张局势升悬。占我们台湾比重2/3电子产业，目前看法没有太大的松动。那第一个，化学工业可能是因为最近的油价在前一阵子波动非常的大，但是你可以看得到，化学工业是坏上游好下游，那跟油价下跌应该是有关系。全球终端需求继续冷冷，经济部也公布11月工业生产指数92.19，年减2.48%，制造业生产指数年减2.18%，连续18个月负成长，继续写入史上上长衰退纪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